新竹市环保局监测这水圳内面的土，发现讲重金属水银超过标准，通知农政单位检验农作物，就发现讲有3袋农地因所种出来稻啊，这水银含量共管是超标，检测土巴也是超标。农地去放污染气啊，这农地就向市机关来申请。再去新竹市政府派人去把这稻啊拢毁掉，也强调讲会甲农民补偿。但讲到这污染源的部分，目前也当咧调查。 屁股啊，塞入去残忍，把已经结穗的稻啊拢挂起来。这个稻啊，红验出重金属汞，也就是水银超标。不过连续几啊天落大雨，去找到处理的时间。31早起，新竹市产发处派人去处理，确保受到污染的稻啊未流入市面的。 将污染的水稻送环保局销毁，来保障消费者食的安全。那针对受污染的农作物，予以补偿农民，保障农民的权益。去找到处理的这几天，农民心肝内是真烦恼。目前有掌握到3块田，差不多1940坪，土巴甲稻啊内底的水银拢超过标准。有农民怀疑是甲隔壁已经收起来的工厂，因旧年开始种地有关系。去年10月动工开始整地嘛，之后才发现这种问题。 已经种做40-50年的老农民讲，隔壁这间已经关起来的工厂，去年捌发生过严重污染的事件。早伊白关工厂拢白水路啊，底水沟嘛，阮这只盐田拢底水沟入去，长期哦用迄个正高水有污染的。汞污染是重金属对人体有严重的伤害，希望市政府要能够严正的来处理追踪这个污染源的元凶。 检验的结果出来10天了后才处理。新竹市环保局去外界质疑讲是要做手，因出来赔回讲，这个案件是因为环保局主动监测水圳下底的土巴，发现超标，才赶紧通知农政单位来检验农作物，才发现的。另对于3笔地号，后续将进行公告列管，并强制停止耕种，以及进行污染整治的作业。污染的来源也未确定，环保局倾向也无要公布地点。也若环境部指出，今年6月进前拢无发现这个农地受到污染，即嘛既然确认，就要做整治。也若整治的费用未是农民来付，是会由污染的行为人来负责。所以，厘清污染源是刷落来重要的工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